主后2023年12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计划超越一切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44章24节到45章25节。互你伫母胎成形救赎你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是上主，是万物的创造主。我铁开天的时，单独一个；我铺地的时，只有我家己一个。我互假先知的调头混乱，互卜卦的人有测失效。我互有智慧的人见笑退后，有知识的人变愚妄。我互我仆人的话得到证实，互我使者的计划实现。关系耶路撒冷，我讲，要有人伫遐徛起；关系犹大的城市，我讲，我要甲因起造。已经变风暴的所在，我甲因重建。我对深渊讲，着打去！我要互你的江河拢打去。我对普罗斯讲，你着替我牧养，你着完成我的旨意。伊会下令重建耶路撒冷，重新下圣殿的地基。上主选立普罗斯做王，上主扶持伊，互伊有气力征服列邦，剥夺列王的权势。城门拢会伫伊的面前拍开，袂阁关起来。上主对塞勒斯安尼讲：我上主要亲身替你开路，要赦平大山小山。我要攻破铜的城门，要记断铁的门窗。我要将暗中的宝贝、稳藏的财富拢予你。安尼，你就会知我是上主，我叫你的名呼召你。我是以色列的上帝。虽然你毋捌我，为着我的仆人雅各，为着我竞选的以色列，我要叫你的名呼召你，赐你名号。我是上主，其他无别个。我以外无别个上帝。虽然你还毋捌我，我要互你气力。安尼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人人拢会知，我以外无别个。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创造光，搁造暗；我使平安繁荣，嘛降灾难。我上主要实现这一切的代志。天啊，着降落胜利，亲像雨水对顶面摒落；地啊，着拍开，互拯救开花，互胜利结子。我上主要成就即个事。甲造物主争论的人惨啊！伊不过是地上叶片中的一片。念头减敢对烧肥师傅讲：你伫做啥？你的功夫毋好。敢甲老爸讲：你哪甲我生做安尼？敢甲老母讲：何物苦生我？即款人惨啊！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创造以色列的上主安尼讲：恁无权通质问我的囝儿的将来，无权指示我应该着做甚物。我是大地的创造主，搁创造住伫迄顶面的人类。我亲手铁开穹苍，指挥天顶的星辰。我兴起塞勒斯，互伊得到胜利，守伫伊所要行的道路。伊要重建我的城耶路撒冷，要讨放我受掠的子民。
伊安尼做，毋是要趁工钱，嘛毋是因为互人买收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。上主对以色列安尼讲：埃及甲伊索比亚的财富，拢会变做你的；大各落的西巴人，拢变做你的奴隶。因会互少年连地，缀你的骹脊后行。因会跪落去拜你，恭敬对你讲：上帝确实甲恁同在，只有伊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救赎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你真正是稳捌家己的上帝。制造偶像的拢会见笑闹气，因拢会做伙受体辱。毋过，以色列受上主拯救，恁得到的救恩会续到永远，恁永远袂阁受侮辱。上主创造天，伊就是迄位唯一的上帝。伊创造形成建立大地，伊创造形成建立大地，伊无互大地变做混沌荒火，反倒互伊诚侪人徛起的所在。伊讲：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毋捌伫稳捌的所在讲话，嘛毋捌伫黑暗的地谈论。我毋捌甲以色列的后代讲，恁着伫混沌中找求我。我上主只有讲公义，只有宣告正直。上主讲：来，恁才会对列邦逃脱的人，拢组织我来接受审判。遐个观察刻的偶像油锅，对无咱通救因的生命祈祷的人是无知。来，恁去彼此参详，提出恁的诉状。啥人对古早就知即个代志？啥人真早以前就宣告即个事？敢毋是我上主？我以外无别个上帝。我才是公义的上帝。我以外无别个会拯救人。天边海角的人啊，着归向我通得到救。我就是上帝，其他无别个。我记家己立誓，我凭公义讲出的话绝对袂收回。每一个骹头趺拢会对我跪拜，每一个喙拢会对我宣誓。人会讲，只有通过上主，才会得到胜利甲快乐。所有对伊发受气的人，拢会受体辱。所有以色列的子孙，拢会对上主得到胜利甲荣耀。上帝的计划超越一切。伫这段经文中，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，上帝的作为要互巫师、占卜者、聪明人的智慧，拢成做愚妄。上帝得要使用塞鲁士牧养伊的子民，为伊重建耶路撒冷，奠定圣殿的基础。上帝要照伊公义的计划竞选塞鲁士，互伊征服列国，佮得胜。上帝要使伊财宝，就算这位将来的王无认捌上帝，上帝也要使伊名号，互伊快乐。上帝要使用塞鲁士，互普天的人拢知影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无别个神。塞鲁士王也要互以色列人回归，这并毋是人用什么方法说服伊，反倒是上帝所宣告的计划。以色列人可能会质疑，
上帝为甚物拣选一个外邦人塞勒斯来做这个代志呢？上帝要透过先知回应，伊创造光明，也创造黑暗；伊束福气，也降灾祸，伊做一切的代志。毋过，遐去减通甲制造伊的社会师傅争辩，菲亚图减通埋怨做回师傅的手艺，就亲像做人子女的无管向父母抗议，为虾米家己生做安尼？以色列人也无权质疑上帝的计划。在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会发现，先知以赛亚不断表达一个重点：除了上帝以外，无别个神。这拄好提醒咱，世间一切拢是上帝的计划，是伊的工作。上帝的计划甲竞选，毋是人所会当要求也是改变的。就算位居官位的君王，若伊骄傲自大，上帝也当出手甲伊废除，因为上帝当创造世界，伊搁较会当影响整个世界的运作。正义人物的权柄是上帝予伊的，因为安尼上帝上款也会当刷去伊的权柄。就算现代的政治领袖，袂少是经由选举产生的，毋过创造世界的上帝，敢讲袂当影响人的心的决定？这人会当拥有权柄，敢讲毋是上帝予伊的机会？教会也是安尼，当教会牧者也是中职同工，无搁再体贴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也通竞选其他的人，也是兴起其他的教会，带领人认捌上帝，成就上帝的计划。教会并袂因为大势，也是历史辉煌，袂因为神学论述的丰富，也是高深，就会当影响上帝的心意，搁改变伊的计划。教会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照上帝宣告的信息，谦卑家己，拒绝罪恶，来显出属上帝应有的特质，因为伊是唯一的主。就亲像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前回答的话，伊改变时间，变换季节，伊废除王，选立王，伊互智慧的人有智慧，互聪明的人有知识，伊启示奥秘稳捌的事，伊知暗中的一切，光甲伊同在。因为上帝超越一切的神，伊通照伊的计划竞选人，也通惩罚人。默想，上帝捌互普天的拢知影，除了上帝无别个神。我伫信仰学习甲教会参与中，是毋是也会当体会上帝的计划甲能力？上帝要互普天的拢知影，除了上帝无别个神。我伫信仰学习甲教会参与中，是毋是也会当体会上帝的计划甲能力？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你是掌管的主，你有权竞选任何人，也有权甲伊废除。求你帮助我和教会，既然已经蒙你竞选，就应该继续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